台湾甲美国的关税调降到15%，除了半导体族群之外，外销到美国的一寡传统产业嘛拢得到好处。这个关税利多嘛助攻到今仔日的台北股市，一开盘就起超过500点，上尾也是起598点，以31408点来收盘。若台积电起50块，收利的1740块。台股大起，伫台美关税确定的第一个交易日，一开盘大起超过500点，盘中跳起哩31000点的大关，佮创下新高。也好，集中市场总市值的单日就增加变2条，达到102条。宽达股台积电早盘股价起到1735块，联发科甲广达也拢做回起，电子业的表现拢正相棒。那今天台股来说，其实不止反映关税，还有昨天台积电法说的这个经验的优于预期，所以今天包含一些大型的电子权值股，尤其在 AI 的这个区块都是有明显的表现哦。因为我们的整个税率已经跟日韩一样了，所以我想这个对于未来整个传产来说的话确实是一个好的消息。特别点名传统产业。就是因为台美的关税对本地20%降到15%，专家认为，这对伫台湾以外销美国为主的族群上有利，全球当电甲工具机的业者。当然关税的部分，就是以他们代理商在国内他们在美国的市场的关税去做调整。那当然相对的，我们的代理商也会觉得说，这样的关税来自台湾的设备它的成本上就降了5个点降了5%，那当然是有帮助的那对我们来讲会更加的松了一口气，然后在2026年的业绩上也会有加分的作用。工具机厂乐见其成，针对沙拉界伫美国出口的营收表现也真有信心。关税定案抢上占地，要和台湾的经济充满利多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